根據疾控中心 CDC 嘅最新數據，截至3月20號，全美17個州同埋華盛頓特區累計確診麻疹病例378例，其中95%確診病例未接種疫苗或者接種情況不明。呢次麻疹疫情最嚴重嘅地區係德州，報告咗至少309起疫情相關病例，並且喺上月報告咗首例死亡病例，係一名未接種疫苗嘅學齡兒童，冇已知嘅基礎疾病。新墨西哥州衛生部門亦都正在調查一名未接種疫苗嘅死者，該患者喺去世前未就醫，去世後被檢測出感染麻疹病毒。公共衛生專家認為，病例數嘅增加唔僅係因為檢測能力嘅提升，仲因為疫情嘅進一步傳播，預計呢場疫情將喺較長時間內持續。相比之下，去年全年報告嘅麻疹病例數僅為285例。CDC 警告稱，春季旅遊旺季可能會加劇疫情嘅傳播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